立法院会今仔审查财委会复议案，这嘛是行政院长杜英泰任内第8届提出复议案。那爸早就表示讲，因未同意，嘛批评杜英泰无责任。也毋过，民进党团是认为应该让院长先到立法院报告，才个表决。也毋过，落尾嘛是伫那爸人数优势，以59票比50票，复议案红好决。朝野立委排队投票，立法院议会初5审查财委会复议案。表决进前，那爸就表态未同意复议案，因为这嘛是行政院长杜英泰任内第8届提复议案，进前7届拢失败，那爸立委拢批评杜英泰无责任。卓荣泰早就是一个不适任的行政院院长，对他个人而言根本不痛不痒，付出代价的是国家的资源，一定会把这个怠惰职责，而且完全不沟通的卓荣泰院长所提出的复议案，我们一定会全面的把它退回去。进前朝野协商，民进党团主张先让杜英泰去立法院报告，不过那爸坚持直接表决。民进党团批评那爸无邀请杜英泰来说明，是因为唔敢面对家己的错误。国众所通过的财阀法再度的修正版本，仍然维持同样的公式设算错误，考第2次还是犯同样的错误，你当然认为老师不用帮你订正啊，不想让这个错误被摊在阳光下，让全国的人民看到。行政院初4就表态，复议若无通过，会采取合宪的救济手段。不过国民党团强调讲，唔是袂当阁讨论财委法，是应该先等立法院新版的财委法实施1年了后，再阁针对有需要改善的所在来修正。另外，行政院版本财委法草案，进前就伫立法院听诉委员会去互那爸联手接完立案，无排入去立法院初5的议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